光日報嘅朋友、讀者，你哋好，我係薛家燕啊！嗱，新嘅一年又嚟啦，祝大家咧馬年得意，心想事成，身體健康，好運嘅一條龍。恭喜發財，利是就來，出入平安，東鄉不有，龍馬精神，冇使回春，背後高升一寸擎天，身體健康，亭亭立立，玉月進步一枝半解，情人得意，財色兼收，東成西就，東學不敗，財經今晚一半不雜，煎堆碌碌，今日滿屋大插三方，字無不勝，一字雙雕，蝦餃燒賣，鳳爪排骨，來神掌，金龜獨立，齊人之福，一團和氣。2026年有什麼計劃？26年咧會放慢少少嚇，多啲去旅行，就唔會排到咁密啦。因為我舊年咧差唔多每日都工作，即係我係好想同埋啲仔女同埋我孫去玩。代言金爺爺的第8年有什麼感想？我好感覺好開心嘅，佢哋越做越大，越成功。新年要送禮咧，話俾大家聽咧就係物輕情意重，但係我都係掛住你哋，或者我係仲好尊敬你哋，呢個心意係好重要噶啦。接下來有請神秘嘉賓金爺爺在2026年有什麼計劃？配合明年的大馬旅遊年，我們希望把這個好禮送到全世界，所有旅客來馬來西亞都能帶一份馬來西亞的珍貴、馬來西亞的美好送給大家，這樣子。請說出3個對長輩的祝福語。恭喜發財，長命百歲，然後天天開心哦！希望大家在來年就是健健康康，然後be healthy, be lucky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